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2，箴言18章10節、12節安尼講：耶和華的名是堅固的台，義的人走入去，就得到安穩。敗壞的大心，人的心是驕傲；尊貴的頭前是謙卑。三甲來祈禱，主阮堅固台，互阮走入去，得到安穩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阮堅固的石盤，你是阮穩固的關台，你是保護阮的頂牌，你是阮危難時的避難所。主啊，我要來到你的面前，面對你的實故的，對你的庇佑甲看顧，互阮通安然來經過一切的患難。主啊，因為你疼痛阮，主啊，當風影甲苦境來到，當憂愁充滿阮的心，主啊，獨獨你是阮的上帝。我要謙卑來到你的面前，因為你的名是阮堅固的關台，義的人走入去，就得到安穩。若是敗壞的大心，人的心是驕傲，尊貴的頭前是謙卑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